2012年卷1第5題，某學校打算發行電子通訊去取代紙張，製作學校通訊，讓學生可以透過自己嘅平板電腦下載閱讀。咁呢啲通訊係包括好多多媒體嘅信息，由李先生負責。問題 A， 咁呢項數碼化為學生帶嚟咩好處呢？試舉兩個例子。咁答案就係數碼化可以令到電子通訊更加具吸引力，因為佢包含好多多媒體嘅元素嘅。咁另外讓學生可以更加容易閱讀多份嘅通訊啦，更加容易可以搜尋到特定嘅議題。問題 B， 學生可以透過電子文本、多媒體檔案去投稿。咁如果學生用 HTML 格式提交嘅有咩好處呢？咁答案就係學生可以透過不同嘅平板電腦上面嘅瀏覽器去閱讀呢個電子通訊，咁所以可攜性、普及性比較高。咁另外學生可以利用好多簡單嘅工具製作自己嘅作品呢，亦都支援呢個超連結，咁所以內容更加豐富啦。咁此外，李先生係鼓勵學生提交呢個 WAV 嘅格式嘅音頻檔案啦。咁點解呢？因為 WAV 檔案本身係原始數據，冇壓縮、冇失真，咁可以讓李先生編輯同埋提取所需要嘅音頻嘅資訊，咁所以質量係比較高嘅。咁另外有學生提交啲 AVI 格式嘅視頻檔案短片呢，但係李先生就唔能夠喺電腦上面播放其中一部分嘅檔案。咁點解呢？咁嘅原因就係咧，學生可能採用咗啲罕有嘅 codec 編解碼器，咁而李先生冇安裝到，咁所以就睇唔到啦。問題 C， 李先生完成咗電子通訊嘅一個原型呢，然後向校長同事做一個展示。咁有兩個方式，咁一個用演示檔案即係 PowerPoint， 第二個咧用視頻嘅檔案，咁即係用一個短片嘅方式。咁兩者有咩好處呢？咁第一個先啦， PowerPoint 本身呢，有個工作流程或者時間軸啦，所以控制得比較有彈性。咁準備時間比較短啲呢，編輯工作會比較簡單，都可以提供個副本呢俾同事可以做參考嘅。而用短片做一個示範嘅話，會更加生動真實啦，有好多視覺嘅效果，亦都可以預早咁樣控制展示嘅進程，咁等同事可以更加容易去使用。咁而且示範嘅過程當中，佢只係撳個掣一路播出嚟已經得噶啦，佢可以乜都唔使做噶啦。